無良法團推卸責任。原來已經唔係第一次業主入伙5年頻繁出現問題。上集出咗條片講，已經得到好多關注，已經揾晒律師、資深驗樓師、公證行以及各大傳媒。想知呢幾年發生咩事，以及今次爆鹹水8個鐘頭冇人理會嘅事件，詳細就可以去 YouTube 全程跟進事件，可以講係飛來橫禍，損失慘重。冇睇過上一集都記得睇下上一集。上次樓上爆水喉8個鐘嗰單嘢，好多人關注。首先最多人關心嘅就係單嘢有冇揾律師啊，有冇揾其他人負責啊。業主可以做嘅嘢全部都做晒，包括揾律師嘅意見啦。公證行、東張西望以及星島日報都有採訪佢哋。今次就嚟跟進件事嘅後續。咁首先就好想多謝各位網民啦，識我或者唔識我嘅都好關注呢件事啦，同埋都有好多留言支持同埋鼓勵我啦，都多謝各大嘅媒體好即時咁跟進呢件事件啦，多謝星島日報啦、東張西望啦，同埋香港電台電視台嘅，咁都多謝地盤仔繼續 follow up 呢件事嘅。今次我都想講多少少個人睇法，件事發展成咁呢，其實都係有好多嘅因素。喺明知道已經爆咗水喉咁耐嘅情況下，法團係完全冇做任何嘅操作，例如閂水喉啊。上集如果有睇嘅朋友都知道，其實已經爆水喉8個鐘頭，而且係個個都知。業主期間都有返過屋企嘅，佢哋竟然係冇閂到個水掣，啲水流晒出單位，波及埋樓梯同升降機。雖然最後係冇壞到啦，業主都係平安無事嘅，以及佢隻貓。我就想問，如果唔係咁啱個租客返嚟，甚至係業主自己上樓上閂個水掣，呢次嘅漏水一定係唔止8個鐘頭咁短暫。依家我就睇下業主佢有咩想講。見到上次都有部分網民留言啦，就話點解關業主立案法團事呢？呢個明明係樓上單位漏水落我度，應該係2個單位之間嘅糾紛啦。當時漏咗8個鐘呢，啲水已經流到去一啲公共地方啦，包括樓梯啦，幾層嘅樓梯都浸滿鹹水啦，甚至影片都見到啦，其實流到去升降 lift 口嘅。而有冇入到 lift 呢？就而家其實法團係有揾升降機公司嘅人嚟進行檢查嘅，都要等個報告出先知其實部升降機有冇受到影響咯。法團喺呢件事發生之後呢，佢係喺個業主群組度禁咗所有業主言嘅，係啦。件事發生後啦，我都喺一個群組度問法團點解你哋冇熄水掣啊、制止件事啊，佢哋嘅回覆啦，咁我就引述翻其中一個法團成員嘅喺群組嘅説話啦。咁我哋呢個大廈嘅群組嘅目的呢，係發放信息，就唔係俾你哋業主用嚟做投訴之用嘅。鑑於最近有人喺個群組度用嚟作投訴啦，咁我哋會關閉呢個群組嘅留言功能，只有佢哋法團嘅人士先可以喺群組裏邊出聲咯。其實如果萬一升降機出咗意外啦，咁負責嘅都係法團㗎喎。其實如果當日早啲關咗個水掣去，就唔會令到佢鹹水有機會流到入升降機。咁佢個 ID 就叫感謝主啦，係啦，佢叫感謝主。你講得啱啊，我哋應該解散呢個法團，免得我哋負呢個法律責任。因為我哋係冇人工嘅，隨時可以唔做，就強調佢哋係冇人工啦，可以隨時唔做嘅。我再去 WhatsApp 翻呢個前法團主席啦，原來你哋係冇人工㗎，但係呢個主席覆我呢，其實呢，佢哋法團人員啦，包括呢個主席啦、師傅啦、秘書啦，每月都有500蚊嘅錢落袋嘅，但係佢就強調呢個唔係人工嚟嘅，呢個係津貼嚟嘅。咁謝主嘅法團成員啦，即刻就再同我講啦，叫我你不如去了解下法律先啦。後呢，就星島日報啦，就有幫我去做呢個法律諮詢啦。陸偉雄執業大律師啦，咁我引述翻佢嘅説話啦。咁法團袖手旁觀亦可被追究，無論法團成員係咪有人工，抑或只係500蚊嘅津貼，法團對大廈公用設施都有法定嘅管理責任。法團及其聘用嘅管理人員喺面臨危機時候袖手旁觀，未有採取
合適嘅措施減低損失，以構成明顯嘅疏忽職守，事主絕對有充分嘅法律理據向法團提出呢個民事訴訟嘅。遇到呢啲問題呢，如果波及到呢個公眾大廈嘅地方啦，咁法團係絕對有呢個責任同義務去即時處理嘅。聽講呢件事發生之後，仲有人檢討翻你轉頭，話你影響樓宇嘅售價。件事大概係點樣呢？當呢個星島報導出街之後啦，就有某部分業主啦，就私下 WhatsApp 傾偈啦。其實你唔應該俾傳媒報導呢單嘢嘅，因為報導出街之後呢，你會影響晒成棟大廈嘅價值嘅。咁佢哋出售嘅時候呢，都會個價錢冇咁理想啦。但係呢，我就想講啦，當事件發生之後啦，咁資深嘅驗樓師賴達明先生啦，佢有上過嚟睇我間樓嘅情況嘅。當日呢，我個燈膽漏水嗰位已經好接近呢個電掣嘅電錶雙位嘅。當日呢，再俾佢留耐啲啦，好大機會啦會造成火災嘅。如果個租客冇返到嚟，而我又冇走上去幫佢閂咗個水掣呢，就有機會造成火災啦，甚至造成人命傷亡。呢棟樓就可能真係變得一文不值啦，唔係好似頭先嗰位業主話真係跌少少價錢咁樣咯。如果再有類似呢啲事件發生嘅時候，受害者未必係我嘅，可能係其他單位嘅，任何一個單位都有機會發生。而如果法團仍然用呢個態度去處理呢啲事件呢，真係有機會有朝一日我哋呢個大廈都會發生一啲更加嚴重嘅意外嘅。呢度我就有少少睇法。上次條片都講過，單位漏水8個鐘頭係可知，而且係冇即時受到處理。而業主佢喺開電掣嗰陣時，亦都差啲觸電身亡。而佢嘅貓都好彩冇掂到啲水，只不過個結果係冇人真係受傷，就有人檢討佢。咁我想問，如果真係引致火災或者係呢位業主佢生命嘅損失，邊個可以負到責任呢？尤其是呢啲舊式嘅樓宇，佢哋嘅密集程度都幾高，會同隔離樓連住，已經喺香港發生過好多嚴重嘅火災事件。係咪真係要到有一單咁大鑊嘅事出現之後，先會有人出嚟做嘢啊？定係其實喺一早之前已經會有啲預防措施，或者啲指引俾業主可以去處理到件事，而唔係最後冇人受到傷亡嘅，但係就會有人出嚟話你都冇事，冇影響層樓，冇呱呱叫咁嘅意思，就可以處理到問題呢？而你哋大廈咧，聽講夜晚係冇管理員嘅，喺日頭發生都咁樣啦，佢夜晚有其他事，係真係冇人可以幫到你哋。咁大廈呢，因為就缺乏呢個管理公司啦，一直就由法團嗰幾位成員去控制我哋呢個大廈啦。嗰當晚呢件事呢，係發生喺夜晚，大家瞓晒覺嘅情況下呢，其實個後果會更不堪設想，因為喺有保安員嘅情況之下，樓上都可以留足8個鐘鹹水。而樓上個租客返到屋企係揾唔到人幫佢手熄呢個水掣嘅，結果係由我上去幫佢熄呢個水掣。當晚夜晚係有保安員喺度嘅時候呢，咁起碼嗰位租客都可以求助樓下個保安員。我哋呢個大廈就點解會冇呢個保安公司呢？因為業主立案法團一直都喺度講，就話如果請保安公司就唔會好似而家我哋個管理費咁平㗎啦，到時就可能要俾多1000零2000蚊嘅管理費。但係我想講呢，而家我哋個管理費相對平，就係因為佢冇聘用到呢個晚間嘅保安員，所以先叫做相對平啦。我入伙5年。法團一直都冇更改過呢個大廈密碼，我亦有喺群組度提出嘅，但今日佢哋都冇更改呢個大廈密碼。其實好多人都可以自出自入我哋個大廈嘅，不止一次啦。我網購翻嚟嘅郵包啦，放喺門口啦，喺夜晚嘅時候呢，俾人偷去，所以我都不止一次啦喺法團群組度有提出過聘請保安公司嘅，但係法團成員每次都話你請保安公司嘅話，咁我哋全部都落晒台㗎啦，咁到時就要俾多1000零2000蚊管理費。但喺我嘅角度呢，我
都表明過我係絕對冇問題嘅，俾多千零2000蚊而買一個對我同我間屋嘅保障，我覺得絕對值得嘅。佢哋法團成員分分鐘冇咗之前我所講嘅每個月500蚊嘅津貼，所以呢個就係佢哋一直唔肯請保安公司嘅原因。可見呢個問題，甚至係呢次漏水嘅問題，肯定係法團管理方面嘅疏忽，甚至你大廈個沙井塞咗呢，都係你自己自費去揾人整嘅。其實各種因素，包括今次漏水啦，俾人頻繁地盜竊，自己要自費通沙井等等唔同嘅事件，850蚊嘅管理費對你嚟講係完全冇用。呢次你損失慘重，可能粗略估計6位數或以上，都夠你俾好多次管理費㗎啦喎。地盤仔講得冇錯嘅，其實我今次一次嘅呢個意外啦，已經夠我交可能10年嘅管理費㗎啦。其實我不止一次呢，就係被偷呢個網購嘅郵包啦。咁結果我去報警呢，嗰個夜間嘅倒垃圾嗰位職員啦，佢先承認係嗰晚嘅一個替價嘅偷咗我去嘅，係啦。但係之後都有幾次同樣嘅事情發生啦。而頭先地盤仔講到通大廈沙井呢件事呢，就係都講到我啱啱入伙嗰時啦。我係一個低層嘅住戶啦，而我個廁所就啱啱真係連住個沙井最低層嗰個單位嚟嘅。有一日咧就發覺廁所不斷噴啲鹹水出嚟啦。師傅檢查之後呢，其實就話唔關我屋企裏邊事嘅，而係個大廈沙井塞咗。當刻我就落去問個保安員啦，問佢可唔可以揾師傅嚟整。但係呢，佢嗰刻就叫我自己去揾師傅嚟整，因為嗰時我啱啱入伙啦。最終呢，我就自己自費咗至少都有2000蚊啦，咁就幫大廈通過沙井。之後呢件事呢，佢哋就冇話俾翻錢我嘅，純粹就話哦，咁我哋多謝你咯。可見法團推卸責任已經唔係第一次，我可以形容係呃津貼。呢位歐陽生佢發生嘅所有事都係叫佢自己負責。係咪全部事都關佢事呢？可能你話俾人偷嘢或者網購呢個係佢自己責任，但係大廈唔更換密碼呢個絕對係法團嘅責任。無論係整嘢定係今次真係有人禍，都係冇人幫佢嘅。我自己延伸諗到一點就係，如果個鹹水真係浸壞咗隔 lift， 整一隔 lift 係要超過7位數嘅。而歐陽生頭先都講咗，佢係住喺低層，隔 lift 壞唔壞呢係唔關佢事，佢可以行樓梯。但係到時候萬一真係壞咗，呢個咁樣嘅法團呢，係一定會叫佢一齊夾份去整呢架 lift 嘅，以佢一貫嘅作風係做得出呢啲事嘅。可見其實佢交呢個管理費對佢本身實際嘅權利係毫無保障。最後聽講嗰個業主係話賠幾百蚊俾你就算嘅。係可以咁離譜嘅。問咗公證行嘅意見啦，咁佢都係建議我睇下樓上會唔會有呢個家居保啦，有家居保嘅話呢，咁就可以claim 佢個家居保啦。我亦都清楚表明呢，我就唔想件事呢係搞到上法庭，因為上到法庭呢，到時邊個輸咗都要俾翻對方嘅律師費嘅。睇下佢可唔可以私下賠償啦？佢就覺得呢件事係一件好小嘅事嚟嘅。我話係揾咗公證行嘅，佢就話其實佢哋都係危言聳聽㗎咋。成件事嘅大概我就同大家講到呢度，後續有咩情況我都會即刻更新俾大家聽。今次對業主嚟講係一個無妄之災，希望後續嘅處理可以俾到一個滿意嘅答案佢。希望大家都唔會有呢啲類似嘅事件發生。最後慶幸嘅就係真係冇人命傷亡。好，今集就到呢度，下集見，拜拜。